正當露露 Sir 嘅頻道準備出世嘅時候，響過去呢幾日，多個地方發生咗戰爭，生靈塗炭，願逝去者安息。慶幸我哋有強大嘅祖國保障我哋嘅生命安全，給予我哋安穩嘅生活，繼續規劃我哋嘅人生，發揮我哋嘅才能，為地球村作出貢獻。最後感謝梁志峰先生嘅短視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露露 Sir， 希望利用自媒體分享一啲古仔同埋睇法，或者可以行少啲冤枉路。加入會員頻道，現在有早鳥優惠，名額有限，每2個月66蚊，可以專享特別禮遇。大家好，以下是一則免責聲明，我係露露 Sir， 歡迎嚟到我呢個頻道，希望我嘅分享或者可以行少啲冤枉路，但當中有涉及投資，露露 Sir 分享只屬個人意見，各位聽眾應自行判斷。影片中提及的任何資產價格預測、市場劇本推演或財務分析，均基於歷史數據與個人邏輯推論，並非對未來表現的保證。金融市場存在極大風險，價格可升可跌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。講者並非香港證監會持牌人士，請觀眾在做出任何投資決定前，務必自行獨立思考、衡量風險，並諮詢獨立的專業財務顧問。本人不對任何因依賴本影片內容而導致的損失承擔法律責任。另外，有關於倫理及價值觀的議題，未成年人士應與家長一同觀看，特此聲明。一集嘅第一部分，分享一個故仔，一個堅料的伯伯。未入正題之前，等我先介紹我另一份兼職。中六畢業後，在銀行拼搏了7年。1990年，我結婚了。當年26歲，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，建立自己嘅家庭。量出為入，開源節流，量入為出。雖然從入職到現在，由月薪1500蚊上升4倍，變成6300蚊，但因為開支太大，所以當年就去申請咗呢個職位，就係馬會嘅兼職投注服務助理。經過受訓及考核之後呢，便會派往馬場內工作，我哋稱之為跟馬跑。因為只要賽事響跑馬地進行，我哋就要去跑馬地；只要賽事響沙田舉行，我哋就要返沙田。當年入職的時候，時薪係28蚊，合乎條件還有勤工獎。額外資訊係11年後，2011年5月1日，香港才訂立最低工資，都係28蚊。好啦，講返正題，故事喺發生響1995年一個風和日麗嘅星期日，因為兼職工作，我返到沙田馬場，工作崗位係場內投注站投注服務助理，工作範圍就是協助會員嘉賓接受投注或派彩賽馬博彩。工作嘅地點包括5個包廂商房，分別係鄉議局、華近交會、美國會、木球會、中華遊樂會。時間尚早，唔係好多客人。一個衣着光鮮的伯伯行到我櫃位面前，遞咗一張投注彩票，我便放進我身旁嘅投注機。螢幕顯示要收取48萬，望一望，原來係3T 投注，每注10蚊。即使3個場次3匹馬跑入3甲，呢位伯伯就從佢左邊西裝袋拎出咗48萬現金，我就去點算啦。呢筆款項啦，由於遠遠超出了上限，需要另一位上司重複點算核實才發放彩票。好奇心，我便盡量記低去購買嘅數字，記得頭關係2號膽拖，好多個 number， 跟住次關都係好多個 number 互傳，第3關都係好多個 number 互傳。好啦，以下情節純粹創作，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。好啦，
到咗3T 頭關嘅賽事一開跑，2號嘅恭喜發財最快彈出，跟住喺後面嘅就係9號嘅龍馬精神啦，之後仲有6號嘅一馬當先，然後1600米嘅賽事1分鐘30幾秒40秒就跑完啦，賽果作實係147跑入3甲。代表伯伯在這一場博弈中已經輸咗48萬，開始排在後冇幾耐，那個伯伯又再次行到我個櫃位，同樣地一張投注飛，熒光幕上顯示嘅係孖 T 投注要收款48萬。今次伯伯就響佢嘅右手邊嘅西裝袋度攞出28萬，跟之前一樣，亦都做咗同樣嘅事情。再過30零分鐘，孖 T 頭關亦都跑完啦。結果伯伯又輸，之後我見到伯伯去咗其他櫃位進行投注博弈，就未見過佢再返嚟我呢個櫃位度投注。之後我計一計，伯伯輸咗總共76萬。原來喺我過去6年全職銀行工作加班以及2份兼職嘅總收入。以前老師傅話齋，賭得起抵得輸，意思就係因為好賭就要接受輸嘅結果，而路路格言輸得起先好賭。我認為開展或進行一項投資或博弈，先要評估對失敗嘅影響，例如會唔會影響現有或者將來嘅生活質素啦，又例如一啲既定嘅目標咯。到第一集嘅第2部分係露露 Sir 原創系列，我稱之為財富教室。哦，唔係，應該係財富 shortcut。而 shortcut 嘅意思就係捷徑，因為喺資本市場、資產市場、金融產品種類繁多、博大精深，亦都牽涉好多複雜理論、函數計算、統計學等等。將來我會喺呢個頻道繼續分享我嘅睇法。我亦都好喜歡玩難字 get， 所以就創作咗 EXTRAFUND， 中文你可以解作係額外資金，9個英文字母字頭，代表9大資產特別類別及博弈。相信從事金融行業嘅朋友都唔會陌生。A 即係 alternative， 呢個類別可以包括係非金融性的產品或者東西，例如花膠、鮑魚、海味、手辦公仔、手袋、手錶、閃卡、會所會籍、名畫、古董、黑膠碟、虛擬貨幣等。呢一集第一部分就係講 A 即係 alternatives 中嘅博弈類別。好明顯，剛才個古仔就係講賽馬嘅博弈，亦都係財富轉移的交易。因為呢個博弈，伯伯嘅財富就咁轉移咗俾其他中彩嘅人士。所謂行船跑馬三分險，尤其是跑馬競賽，以前都有聽講著名嘅馬評人標叔講好多關於跑馬嘅分析。父系血統、母系嘅血統啦，擅長短中長途啊，性格鬥心、軟料硬料狀態、心理素質及一系列嘅數據。但個人認為，甚至講得衰啲咁講，禽獸騎住隻畜生，又有咁多既得利益者、咁多勢力影響下，係咪可以計算得到個勝出率呢？又或者好似堅料伯伯運用機率去賺取回報，到最後可能你會問，點解賭博都係額外資金的一種？好，將來我會詳細分享。2026年嘅2月6日，我都睇過一個 YouTube 嘅視頻，當中有3位主持、1位嘉賓，複述關於巴菲特的一段說話。佢曾經用美金50蚊參與馬的博弈，而佢亦知呢項博弈係會被收取18蚊美金嘅手續費。佢認為呢一項唔係一項好嘅投資。賓亦分享佢自己嘅見解，認為巴菲特將呢50蚊投資落去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，但係好似冇提過
咩年份，就當60年前啦。到2026年佢嘅回報就係美金196000蚊，足足3919倍。簡單計，年回報率係等於65%。路路 Sir 嘅睇法係兩者唔能夠直接比較，因為係兩個 asset class， 即是資產類別。博彩係大約2分鐘嘅零和遊戲，又唔可以同投資60年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並論。喺我嘅經歷中，1995年一個夜馬嘅賽事，我遇過零和博弈中超高回報嘅成功例子，將來再同大家分享。第一集嘅第3個部分，一個冇料的伯伯。呢度有玩難字嘅，冇料係日本意思解作無需要付款、免費無償嘅意思。喺1968-69年之間，大約5-6歲嘅我，媽媽帶我去街市買餸，所以好多煮食材料嘅知識都係由媽媽及街市開始。從家門口去到地下大閘前面有一條20幾級嘅樓梯，睇到有一個背影，佢坐喺差唔多樓梯嘅最後5-6級。當時心中有啲疑問，點解呢個伯伯會坐響樓梯？就問媽媽：嗰個伯伯係咩人啊？坐喺度做啲乜嘢㗎？媽媽就講：原來呢個伯伯係住響我哋呢棟樓1樓嘅後樓梯。佢都好似你阿哥咁瞓尼龍床，朝行晚拆。佢又有自己煮食嘅工具。跟住我就問：點解佢唔租個單位住啊？媽媽就講：佢應該係冇錢啦，但我哋嘅業主係成棟大廈嘅業主，收留咗呢個伯伯，就響1樓嘅後樓梯嗰度住。伯伯咁大年紀冇工做啦，咪坐喺度咯。小時候嘅我都係比較內向同埋沉默寡言，早上返附近嘅贊玉小學，返屋企嘅時候都冇打招呼。到大少少啦，就知道要有禮貌，所以都會打返招呼。有啲時候夜咗返屋企，伯伯就已經唔會坐喺度，但係一入大廈門口就會聞到飯香，又夾雜咗啲燒火水爐嘅味。伯伯都會用掃把幫我哋清潔樓梯。古仔嘅重點係，我就讀小學呢，附近有一間流浪者之家，不過條件係夜晚先可以入住，第二朝早又要離開。呢個年代我哋嘅業主嘅包容性應該幾高，唔知2026年嘅今日呢啲情景仲會唔會睇得到？常言道，施比受更有福。路路格言係受者樂，常布施。完結，多謝大家嘅觀看。如果喜歡我嘅頻道，請讚好、留言、免費訂閱本頻道，記得撳埋側邊個啷啷，選全部，咁就唔會錯失每一集嘅內容。拜拜。